各位，銅鑼灣有大量沿章倒瀉嘅路面，當局清理完畢。晚上9點，當局清理緊路面，並且全線解封維園道兩條行車線，交通回復正常。No standing, sit down. No standing. No standing in the car, please. The police. The police will come. Take your license. No standing. 以前想之前有服約，新渡輪向海事處提交報告，考慮見員工情報有冇服約，以便適當部署人手，對應對事故發生，又認為無需向公眾交代事件。我哋傳媒報道，福建受收尾吹襲期間8多人失蹤。轉呢邊啊，媽媽，轉嚟我呢邊。南方東傳報道，風暴過後有8多名漁民失蹤。當局喺沙田發現幾十具屍體，多處通訊同電力系統受損，當局又無證。今晚6合彩嘅結果係2、13、18、26、28、43，特別號碼係41。下一條新聞提要喺9點47分。